زمالهانجي ككمزان كانشن تورغن غليتن لازك برغافسش ngam donzin bangaram chomo yene tena terang kangshin torgang ngaletin de jete nga ti mom tilde ngomsir chebi songchen de la argin zikshede yeshog mandawar soayang rotang mandawayos songchi yejong la gna ngamuni chachi thalman shigde ne mitsek lordin ponjir kotol songchi sirgla doayang champag chene daz tena terang ngaletin di nga ti songchi sirgje longchu ka tani aronchog dambi songchla argin zikshede Songchen na satun na pshangam rokhan tang arong kchen den simsag ni hyang sakam tang arang shung ka chartin lagpu dan shang ta che phansim chobi rogli ga nyewarin thamba masud ta tong wa shang li nyewer yang argem tsna chim da经常吃，以前在那儿下面，现在搬到这边。你对它面好不好吃？特别香。主要吃香好。老实话，它都是啥子菌子那么嫩那个。上期我公司我这个当强这个黑这个，家这个节没这个身体着了，没这个来这多啊的当掐起的，也了是的，人生学当的着了，主要等先出拿从中这个方面。松期一天来，这个那边我吃个3五星就多。藏族的话，他就是喜欢吃那个糌粑茶，糌粑茶就是青稞，就是碎成的一种面，然后跟那个酥油，然后马茶一起就那么吃。他们大多数的时候就是早餐都喝那个糌粑茶，像其他民族对这个糌粑茶呢都会喝，都能喝，但是不经常。回族这边呢，就是以米面那种面食比较为主，他们做的也比较好，特别是他们做那个酸菜面块儿。然后回族是做的最好的。如果像羌族的话，他们就比较喜欢吃玉米，他们经常会弄些蒸饭啊，然后搅团啊，之类的。汉族的话，就是跟我们内地的可能也差别也不大，只是说它现在融合到我们这儿松潘这个地方的话啊，因为内地的你大多数的酥油茶不会喝，然后你说酸菜面块啊之类的，他肯定不会做，但是我们这边的会。等那时的春天人通过了。人过的春天，3年的学生有的，3年的春天老二了连红皮的，俺娃可的春天，俺娃可几个你吃啦多红皮的，俺娃天气当你都啦多红皮的，俺娃前天当我电视啦染猪皮的。台农买一3部的，每个忙不一样的做的皮比差钱多的，那里送去他们买一3出这把的。Lord Chi Defter Ja Phone Sachi Lord Chi Thobi Nang Songchi Marg Mapi Jepsin Kora Sami Deki Yel Sunu Sachi Dorchi Ja Yelmi Gom Suta Yela Shani Tombi Yelmi Gom Suti Jabba Kola Songchi Ranani Sua Marg Mampo and Ditu Shibi Sacha Shinya Marg Sosia Zatu Gom Suta Lord in Kola Arang Shichi Jabari Gom Suti Jinsan Tang Shitaman 从你等着当不落地，咋可样？你能个干了70年会聪明。回族的话，那时候他们是回鹘嘛，嘎，然后他们就是经常经商，然后就是与这边有那个来往，就是茶马服饰的时候，肯定有一定的那种服饰的时候，他们就迁过来在这边，有些就肯定在这儿定居了。然后还有就是一大部分的回族是陕甘那边他们迁过来的，迁到这边的。然后现在我们回族还是就比较多，占我们松潘人口的15%左右。藏族遗址就世居肯定在这边都有，因为它离以前那个吐蕃统治的一个范围盖起，比如说若尔盖那边以前就应该是属于吐蕃，然后茶马服饰也好，不管做啥子也好，然后就过来过去的就民族融合，然后就一直已经留在这边。然后就像松潘我们这边的人就比较多，占松潘人口的44%，是占的比例最多的一个民族。
汉族因为在唐朝的时候，我们这儿就叫松州。松州这个片区本来也是唐朝的管辖范围里面，然后它就有驻军，比如说以前李德裕吧，他就一直驻兵在这个地方，然后一直就遗留下来了。他占的比例还是有30%左右。以前羌民族呢，他们是一种游牧民族。其实相传啊，他们就说是大禹治水的时候呢，他经过岷江源头上游部分，然后就也差不多就是在我们松潘这个境内，然后就开始农耕，然后这种样子的。现在大部分我们羌族是占到松潘的10%几。大特希尔家群了，这里只是嘛，别动这家有比松气引的了。我来这个当然强的，嘿这个，而家里只没得个忙错奔车，俺动手有办法。小比吃次路边当儿学开头，忙场面接这次来学特啥看个故事呢？从你这先过咱。这是海椒啊，海椒这是蒜。咱把错这个这样你可得用完了，你那里小比吃次路边当儿学开头的故事吧当儿，这个的休息机。忙场面见你的设备离家宣布咱看儿，你的人等着这次去把家里加上咱头。等那时候的春天人痛过了，人过的春天3年的春天有的，3年的春天老天老脸红皮的。俺娃可的春天，俺娃可这个你吃啦多红皮的，俺为天地啦你懂啦多红皮的，俺为前头等我的是啦染猪皮的。这是我自己创造的嘛，我说哎，我就从各方面想，哎，咋个做零食好吃，面也好吃嘛，自己软自己那种创造出来。一碗嘛就是大碗嘛11嘛，现在最开始的时候大碗是几块钱，我们从4块钱开始卖起走来。好多吃都我这儿来吃的，他这儿味道拿的好。你要吃啊？菜是属于提前就几千就要弄好噻，那是多起。啊，青椒跟着红椒、红海椒哦，小米椒女朋友用的。都爱吃嘛，他们有些来吃的时候就直接就捏起就吃。忙场面接下把他奶送去，这次来送去儿童课堂个奶，主要接着主要当儿，送去主要没几些的。忙场面呢让你见错是不是你里边主要的，送去也没等着话题，而家是全部脱。班嘛，就下午我们都下班走嘛哈，我们一般都在7点钟啊，就天要擦黑时我们就关门了嘛。我们就不卖了嘛，有时就他经过朋友店啥，他们就找，因为我们这个店面不好找噻，他们就找到下午啊，是有些早起过来了，我们关门，他们就说啊，我们都是经过别人介绍过来，说你们好吃，然后你就咋个都给我们煮一碗。家里的两腿送去了3口冲是个路过了，从海上镇的，2头南充的用来送去充满些个浪的，是春节多单的3口是有的。上菜喽！菜来喽！上菜喽！鱼香肉丝还有个汤。我闻到都香得很了。放心，那就那煮豆腐汤嘛了。要得。豆腐白菜汤。可以。老辣的吃不吃？不吃老辣的。卤菜可以，卤菜比较好吃，因为我经常来吃的嘛。我也是搞餐饮，我都喜欢。他厨师哦。他清真餐厅的厨师。清真。
那红萝卜的店里吃的要吗？97年代的中盘，那个时候是打工，打工课上看到这还是可以，因为这是民族地区，游客还多，这竞争回出餐厅，这还是个商机，对吧？一个经济商机馆，我就感觉开个川菜，带鲁菜带那个开馆子一起，05年就开始干了，然后06年的时候，我就把这边面业一起打开，生意还可以。卖最好的是五香牦牛肉，我每天早上就到清真牛肉市场去买了个正宗的牦牛肉，正品牦牛肉，买来自己加工，不加色素，不加消炎，不加防腐剂。你们老家运气好一点。菌子炒猪肉，自创的嘛，这是一个回头香。回头香啊，清真餐的回民占多数。这个民族风俗这个不能变。但是啊，有些那个游客出来，他就不喜欢吃这个清真食品，他还是喜欢吃川菜。所以说我就总结了个经验，就用山上的菌子炒这个川菜的猪肉，那样子把它加工出来的，游客就相当喜欢。必须要新鲜菌子，山上采下来过后，洗干净过后淡水加猪肉炒，用干海椒炝炒。山上的，我自己去贡献捡点儿，或者是从别人藏民我他们去捡点儿是收点儿买点儿回买下来。吕能托那拉巴哈张那个没西个的，是你用为家庭性办从来，提送起咋动的，记得那一个月把嘛事了。阿让一节错嘛当安年的给恰起盘子那这里，前节周围有比西日西里边有了。菜种是刚看没出来，力量托也让工人托别人去项目的才能这里跟着干死托吧。也来可准备的是，去错嘛几个我的干嘛是你那。啥看重的能知道吧？还真忙了，可比过这个刚子学生多了。我已经安家安这儿了，我老婆就这儿了，也就这儿人了，这个反正这里的人民就是老百姓和干部和老百姓工人，对大家团都合得来。不管藏族、羌族、回族、汉族，藏羌回汉4个民族阿坝州，都是像中华大家亲，都是民族大团结，都是一家人。等那说的说你人同的啦，人过的说你三十的说是有的，30的说你老几啦脸红皮的，俺娃可的说你，俺娃可的个你吃啦多红皮的，俺为偏地啦，你懂啦多红皮的，俺为强听等我的是啦染猪皮的。अरे जैसा से वेज़ में आता है जी मर्ग मंगपुन दीतर शोनु दीता को सोंची सिरी चिट्रो आंद नाम जानते चिट्टम गिरवाता है और उन छोड़ां भी सिरी नाच खुद शोंग के तें सोंची ने मर्ग वारे सेवा सामुद्र चढ़ के लांसम चेर कैसम मंगपु थोने मतलब गाची न्यामपु तंडोनी तेरंग सोंची ग मोंचर दां भी तामुदला तागंटो人家这个全部是大麦挂满完的，现在就只剩那点了。这点都是这儿7月完8月份，我们那个表弟回去的时候，他就帮我带了点过来，他就给我打电话。拿肉、酒干，这还有那个拿猪头，看嘛，这猪头、这香肠哈，全部都是我们自家做的哈。我们这个腊肉嘛，你看到它这么多，你把它用火烧出来一洗。煮起出来就多好吃的，一不变味，二不咋子都香的。今年3万多块钱，接近4万块钱的腊肉了。从我们卖到今年第3年了，第3年的腊肉了嘛。其实我们在想了，我们说大致都觉得说是不是好像没得北洋系列的那个腊肉系的馆子嘛，嘎，都是打的腊肉，但是都说
比较都说的不好吃嘛，有时就说我们的腊肉好吃嘛，晓得不嘛？因为我们这儿当地人也多嘛，都说我们的腊肉好吃嘛，所以说我们才想到开这么个饭店嘛。上期成立这沙坑七中是登记的不了，张信中来养产就奖励了，后面七同么的，2个今年的比北京沙年嘛中来，沙坑的从的银湖等等学吧的了。腊肉就相当于在双盘是出名的，我们的羌族的腊肉嘛，最出名嘛。而且我们羌族的腊肉，但是我们又是北洋的嘛，都晓得我们北洋的腊肉是最好吃的嘛。当地人买得多，游客人也买得多嘛，反正吃了的有些人还买上走嘛，就觉得我们腊肉好吃噻。张信荣给我这个当儿抢了这个，黑这个，家里军队都是比松城的从你是给拿。场面是这儿个说当真的给不人多了。我们参加他买的我出单的是不是干派出嘛？从其实干派上会看从后面嘛。家面干出的主要是差不多就可以。我们那个牛肉就比较相当于是啥子？我们全部是买的那个，它那个贝上的里脊肉嘛。买回来过后，把所有的皮质那些筋那些不好的皮质完全是打掉完的，只是用了中间一点那个心，它码出来片花那些码出来炒出来的那种子嘛。所以说就是，你看我昨晚5桌6桌人，基本上1桌1份儿。今天中午间1桌吃1份儿，他还不够，他还给他炒1份儿。哦，这个大盘。哎，没玩也是这么个。让他有喝的时候该才来配。感觉是跟外面那种就是属于说不是那种有饲料喂出的那种感觉哈，就吃了真的是就像小时候吃的那种感觉那种味道哈，有时是那种。首先，这个土司藏菜的装修，特别有当地的这个藏族文化特色，这边招牌菜呀就那种土火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边的秘制羊排，有一个土司烤羊排，还有一个就是手抓肉。基本上菜谱里面的这些基本上都是我们师傅创新的一些菜系。不管广东的也好，还有外团的客人也好，四川的都能够接受这种。等那时的春年人同过啦，人过的春年3年的学习有的，3年的春年老儿提了脸红皮的。俺娃可的春年，俺娃可提个你吃啦多红皮的，俺原天地当你懂啦多红皮的，俺原强腾当我的是啦染猪皮的。上次呢，没这个盲喷的比啥差是人比。我这个当儿抢这个，回这个家这个姐姐咋同我光皮3等这里错嘛也不行有的。土火锅呢是以前呢是拿来是我们回民的传统的一道菜，以前就招待贵宾啊、亲朋好友。然后土火锅还有一个又名呢，我们这喊的本地喊的名字呢叫团圆锅，团圆饭。俺你的牙口这餐呢，干啥当立啥，说了个拿出来，我吃说的了。
Hangir tang la ngor tsle nyong shin jok ba da. Gam sha tang li kha sok ko la sin aram bar jok ba. Teni kwa li ba da. Ug la suan jok ki. Zhuo tsle nyong bi og sha tang zuo ma da aram jin qi ni. Do bin tie wang wang da zheng do bi zhuo xi cha liu. Zhou shen cam jin ni yong win ruo mu ceng mi. Ar ga kong de ren do bi si ship jan ni. Ar ga bi hua la ar wa ri le.这个团圆饭呢，就是在这个娘这个嫁娶这个女子的时候，嫁女的时候，的这个由娘家送到这个婆家的最后一顿饭，就是心不肯的女儿这种，年年抱啊这种，希望他们团团圆圆、白头到老这种最好的、最美的祝福，就把这个土火锅装好，送到这个婆家，就是嫁过去拿1,000。把这个土火锅端送过去，叫团圆饭、团圆锅。Thua ma ari si chak para lord ji jeb jir ma mang pu si rote. Song chi mar ga nan di jeb dua ang. Lord di kwon ji tang tan de. Anani su yo ba le. 上期没个男的就罗主席，个把第一种生的带来，罗出单比是的上期没啦盘子呢，这把成就了。那呢没个长途用为上的是，没个说是是的怎么了，多样样头来，我们这个朋友从真正水平我比，盘子能谈这个能还是超白。 रेज़िमा था जीतना कांचन थोड़ कंगा थंगा जिमा गले छनांग ता गाछि मंथत कनाबी सोंची यलसुल कोमशिला छोशिब शाजी ने मतलब सोंची कोचे मंत्र लेछन ज लियख संबाटे अरगने फेची तंगने सोचिन ला ओरनंग छर सिपांद कोटी शिवपी छनाबी तीसरे जग परसल रेतना तेरंग कांचन थोड़ कंगा लेछन तोंछम दने जो छेछि जग पर क्वाटन छी थंगा जिमी लेछन गाछो थारंग जाला दादी मोशी